正大的焦点继续来看高雄市长韩国瑜发表5点的声明，讲伊未参加国民党现行制度的初选，嘛对国民党长久以来密切的协商真不满。也毋过国民党的党主席吴敦义来回讲，无密切的协商，嘛无人甲韩国瑜开枪，征调韩国瑜就是无互伊有顾虑。啊，讲国民党的中常会会替韩国瑜找解决的办法，就是要甲韩国瑜被动纳入民调。 而且是用协调式的初选，只要参选人同意，就直接来做民调。此时此刻，我没有办法参加现行制度的初选。对国民党总统初选表态，韩国瑜加球但等于当中央。我们用征召，就是避免他主动来的那一种，也许他有顾忌嘛，被动来参与初选的机制，这样才能更。 登记初选机制的党籍的同志公平竞争。韩国瑜出访美国期间，郭台铭宣布参选，被认为是前总统马英九甲国民党主席吴敦义私下运作，伫韩国瑜背后开枪。长久以来，政治权贵热衷于密室协商，已经离人民越来越遥远。没有这些事，一切都是公开公正的。 没有什么权贵不权贵的问题，没有一个人有开过他的枪。两个人看起来心结愈来愈深。立法院前议长王金平嘛对韩国瑜的看法有相同的感受。3当前的换跳事件，那3年前也是由于这个有人我们党内的精英呢，都是可以说是私心作用，那导致于丧失了政权，不要。 被大家认为说故技重施。新北市前市长朱立伦嘛呼吁，唔通互外人看好戏。郭台铭嘛认同韩国瑜不满关贵政治密切协商的讲法，即马嘛传出国民党打算采用协调式初选，只要参选人拢同意，就会登记领票，直接进行民调。都尊重党中央嘛，那应该开大门走大路。 那不要因人设事。国民党有中常委拍算提案，纳入韩国瑜进行全民调，为韩国瑜解套。国民党总统初选竞争有机会再加一人。